燈光將香港會展中心新翼的頒獎禮後台切割成明暗交錯的幾何塊面，香檳塔在侍應生托盤上微微震顫，折射出碎鑽似的光斑。謝震軒靠在化妝台邊緣，黑色西裝的肩線掹得很直，像一張拉滿的弓。他剛剛從舞台上下來，指尖還殘留着麥克鳳金觸網的涼意。最佳新人歌手的獎盃擱在身旁，水晶底座壓住了一張被油皺又剪平的紙條，那是母親迪波拉託人塞進來的，上面只有3個字：開心嗎？他盯着那3個字看了很久，直到墨跡在燈光下印成模糊的藍，然後他把紙條對折，塞進褲袋，動作輕得像在藏一片碎玻璃。後台的空氣裡浮着粉底和佛膠的氣味，混雜着香檳打開時那一瞬間的甜聲。幾個工作人員從他身邊小跑經過，抱着禮服袋和接線板，未人敢直視他的眼睛。方才頒獎禮上，當大屏幕念出謝震軒3個字時，全場掌聲雷動。可他站起來的那一刻，餘光掃到前排那個熟悉的身影，謝霆鋒正側過臉去，和身旁的經紀人低聲說着雜麼，嘴角甚至帶着一絲漫不經心的笑。那個笑容像一根細針，扎進謝震軒眼底。不痛，但酸澀得讓人想眨眼。他深吸一口氣，踩着一地祝賀聲走上台，從頒獎嘉賓手裏接過獎杯，致辭只有一句話：謝謝所有聽我唱歌的人。然後他鞠躬下台，整個過程沒有朝那個方向看一眼。可他知道，那個人的目光始終未有落在他身上。後台的空調開得很足，冷氣順着脊椎往上爬。謝震軒解開領口第一顆紐扣，喉裂上下滾動了一下。他想起17歲那年，自己第一次在錄音棚裏錄 demo， 熬了3個通宵，把成品發到那個人的郵箱。3天後收到回覆，只有2個字：還行。他盯着那2個字看了整整1個下午，最後把手機扔進沙發縫隙裏，耳機裏循環播放着自己唱的那首歌，一片又一片，直到耳朵發燙。那時候他以為還行就是謝霆鋒式的肯定，後來才知道那個人對所有人都說還行，對合作過的樂手，對節目裏的學運，甚至對路邊遞來簽名本的小孩。那個詞廉價得像便利店門口的傳單，誰都可以拿一張，誰都可以隨手丟掉。此刻腳步聲從走廊盡頭傳來，皮鞋叩擊大理石地面的節奏帶着某種熟悉的韻律感。謝震軒未有回頭，但他知道是誰。那腳步在他身後2步遠的地方停下，停讀了2-3秒，然後一個聲音響起，不高不低，帶着那種刻意壓低的溫和。剛才唱得不錯，副歌的轉音比彩排時穩。謝霆鋒就站在那裡，手裡捏着一杯沒動過的香檳，杯壁上凝着細密的水珠。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高定西裝，領鉗是銀色的小吉他形狀，那是謝震軒7歲時在父親節畫在賀卡上的圖案，後來被做成了實物。謝震軒盯着那枚領鉗看了半秒，胸口某處像是被指甲掐了一下，但很快他轉過頭來，臉上沒有雜麼表情。轉音穩不穩？你聽出來了？謝震軒的聲音很平，像在陳述天氣預報。我旋以為你只聽得見自己唱片裏的和聲軌。謝霆鋒的眉頭幾不可言地動了一下，那杯香檳被換到左手，右手插進褲袋，這是他緊張時的小動作。謝震軒比誰都清楚。小時候每次父親來接他放學，如果右手插在口袋裏，就意味着那天又臨時有事要爽約，而謝震軒會提前把書包帶攢緊，等那句下次掉下來。如今他早已不再等那句話了，可那個動作依然像條件反射一樣，精準地擊中他的某個開關。阿軒，我們能不能好好說話？謝霆鋒往前邁了半步，香檳的泡沫在杯緣碎裂，發出細微的聲。他臉上浮出一種疲憊的溫和，那種表情謝震軒見過太多次，在記者發布佢澄清緋聞時，在綜藝節目裏被問到婚姻狀況時，在被拍到獨自吃宵夜而第2天被寫孤寂中年時，那種溫和是一層透明的盔甲，擋得住所有追問，卻也隔開了所有溫度。我今天來是想趁口跟你說聲恭喜，
你媽媽託我帶話，說她看了直播，哭了半個鐘頭。謝震軒忽然笑了一下，嘴角向上彎，但眼底沒有光，那笑容像一張薄紙，一戳就破。你來恭喜我？他重複了一遍這幾個字，像是在品嘗某種變質的食物。你知道今天是雜麼日子嗎？謝霆鋒擰了一下，垂下眼睛，似乎在回憶。後台的燈光在他睫毛下投出淡淡的陰影，那陰影讓謝震軒想起童年時無數個傍晚，父親的車停在樓下，引擎不熄，排氣管吐出白色的霧氣，他趴在窗台上數那些霧氣散開的時間，從10數到1，再從1數到10，直到車子開走，霧氣也散盡了。今天是8月8日，他的生日，也是那個人當年離開家的日子，日曆上怎麼都沒寫。可那個日期像一道舊傷疤，一到夏天就癢得讓人睡不着覺。我不需要你來恭喜我。謝震軒的聲音開始發緊，像琴弦被令到了極限。我需要你來的時候，你在哪人？他往前逼了一步，那雙和謝霆鋒幾乎一模一樣的眼睛裡翻衝着暗色的浪。我第一次開個人專場，台下300個座位空了100個，我站在台上看見那個空位。心裡想，沒關係，他可能倒在路上。第二場500人的場子，我又看見那個空位，我想也苦他今天有工作。第三場1000人，我上台前給你發了定位，你回了個好字。結果呢？你沒來。第二天娛樂版頭條是你在海邊被拍到和友人聚餐。謝霆鋒的嘴唇動了動，右手從口袋裡抽出來，又插回去，反覆了2次。他開口時聲音比剛才低了一些，像沙子擦過木板。那段時間我在處理一些私人的事情，你知道的，我和你母親之間有些文件需要簽。他沒能說下去，因為謝震軒忽然抬起手，手掌朝外，做了個停的手勢。那隻手在燈光下微微發抖，但指節攢得很緊，指甲陷進掌心，留下4個月牙形的白印。處理文件。謝震軒的聲調陡然拔高，後台幾個工作人員同時轉過頭嚟，又慌忙移開視線。他的胸腔劇烈起伏着，獎杯在水晶底座上輕輕晃動，發出細微的叮當聲。你處理文件的時候，有沒有順便處理一下我寄給你的那些信？我寫了7年，每年生日一封，從歪歪扭扭的鉛筆字寫到圓珠筆，從爸爸我想你寫到你最近忙嗎？每一封我都貼上郵票，投進樓下那個綠色郵筒。可你回過我一封嗎？哪怕一行字？空氣在這一刻凝住了。謝霆鋒臉上的溫和終於出現了裂痕，那道裂痕從眉梢蔓延到嘴角，像乾涸河床上的紋路。他漲了張嘴，喉裂上下滾動，可聲音像被怎麼堵住了似的，半天才擠出來。信？怎麼信？我未收到過。他的眼神裡閃過一絲真實的困惑，那困惑比任何謊言都更刺痛謝震軒。原來不是不想回，而是根本不曾拆開看。那些被投進郵筒的紙頁，那些在深夜台燈下一筆一劃寫下的心事，或苦在某一個中轉站就已經遺落了，又或苦他們從未抵達過任何人的手中。可這比石沉大海更殘忍。石沉大海至少船有人知道他沉下去了，而他的信，甚至連沉未這個事實都不曾被確認。沒收到。謝震軒重複着這3個字，聲音忽然輕了下來，輕得像羽毛落在水面，可那水面之下是深不見底的暗流。他轉過身去，背對着謝霆鋒，肩膀微微聳動了一下。獎杯的倒影在化妝鏡裡被拉長，那個鍍金的小人舉着麥克風，永遠保持着一個歌唱的姿勢，可他沒有嘴，唱不出任何聲音。那我今天當面跟你說一次。謝震軒慢慢轉回來，眼眶有些泛紅，但沒有淚。他從小就學會了一件事，在謝霆鋒面前不能哭，因為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，只佢讓對方露出那種更加溫和、更加疏離的歉意表情，然後輕描淡寫地說別這樣，或者以後不會了。他的視線越過謝霆鋒的肩頭，落在後方牆壁那幅巨大的活動海報上，
海報裏的自己正低頭握着麥克風，眼神投向某個看不見的遠方。那個畫面讓他忽然想起12歲那年的家長會，別的同學都有父母來，他坐在教室最後一排，把空着的2個座位用書包佔了。老師問起來，他說他們都在外面等我。其實那天謝霆鋒就在學校門口的車上，引擎沒熄，手機連着藍牙耳機在開電話會議。謝震軒從教學樓走出來，隔着車窗看見父親皺着眉頭說話的樣子，便沒有敲窗，自己坐地鐵回了家。從那以後，他再沒跟謝霆鋒提過家長會的事。你知道我最恨你怎麼嗎？謝震軒的聲音重新找回了力度，那力度不是炸開的，而是像水壩速到了極限，從閘縫裏擠出來的高壓水柱。我恨你總是在我以為你不在了的時候，又突然出現。我恨你記得我7歲話的領鉗，卻不記得我對芒果過敏。上次家庭聚餐你特意給我點的那道芒果布丁，我一口都沒碰，你注意到了嗎？你忙着跟同桌的人聊你的新電影，連我着子懸在半空都沒看見。謝霆鋒的臉色白了一道，香檳杯終於被放到了旁邊的桌子上，杯底撞上木面，發出沉悶的一聲。他向前邁了一步，想伸手碰謝震軒的手臂，可那隻手伸到一半，又停在了空中，像是前面有一堵看不見的玻璃牆。阿軒，我知道我做得不夠好。謝霆鋒的聲音終於有了裂痕，那層溫和的盔甲碎了一角，露出下面粗糙的帶着沙啞的真聲。但我從來未有不想做你父親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一個在場的人。我小時候，你爺爺也常不在家，我恨過他，可我後來發現，恨不會讓一個人出現，只會讓一個人消失得更徹底。他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，喉間發出一個含糊的音節，像有雜麼東西卡在那裡。他的眼神往下墜，落在謝震軒的鞋尖上，那雙黑色皮鞋是今天早上謝震軒自己擦的，鞋頭亮得能照出人影。你拿爺爺說是？謝震軒的聲音忽然變得很輕，輕得近乎耳語，但每個字都像釘子一樣往地板裡砸。你至少船在爺爺的葬禮上哭過，可你知道奶奶走的那天我在哪危嗎？我在學校的醫務室，發燒到39度，班主任給你打電話，你說你在錄節目，讓助理來接我。助理來了，是個我不認字的姐姐，她把我扶上車的時候，我聽見你的聲音從他手機免提裡傳出來，你在跟導演說這段仲來，情緒不夠。他的眼圈終於紅了，但淚依然沒有掉下來，只是眼眶邊緣泛出一圈薄薄的血色，像白瓷上的裂油。後台入口處有人探頭張望，是這次頒獎禮的總導演，手裡攢着流程表，臉上帶着焦急的神色，大概是來提醒謝霆鋒該去媒體歐接受採訪了。可導演看見父子倆對視的架勢，又把頭縮了回去，流程表被捏出了節奏。這一刻的後台安靜得反常，原本穿梭不息的工作人員都放輕了腳步，有人甚至繞了遠路從另一側的通道走。香檳塔旁邊那個侍應生端着托盤一動不動，像一尊擦像。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空氣中那種緊繃的張力，像一根頭髮絲沿着一柄重錘。謝震軒深吸一口氣，胸腔裡的氧氣似乎不夠用了，他必須把下面這句話說完，否則那些在心底發酵了20年的東西會把它撐破。你給了我 DNA， 給了我這雙眼睛，這個鼻子，這副嗓音。他指着自己的臉，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。可除了這些，你船給過我什麼？你給過我一個完整的週末嗎？給過我一次沒有電話打斷的晚餐嗎？給過我一個生日蛋糕上面插着數字炸竹，你親手點燃的那種嗎？沒有。你給過我的只有無數個下次、改天、回頭再說。這些詞我從小聽到大，聽到他們比聽到我愛你船熟悉。他說到這裡，忽然抬起右手，乾脆利落地甩開了謝霆鋒那隻還懸在半空的手。那動作快得像一道鞭影，啪的一聲脆響在安靜的空氣裡格外清晰。
謝霆鋒的手被震得往後一趟，指尖擦過謝震軒的西裝袖口，留下一道幾乎看不見的水痕。或苦是香檳杯壁上凝的露水，又或苦只是空調冷凝水滴落。謝震軒未有看那隻手，他的視線直直盯在謝霆鋒的眼睛裡，那裡面倒映着後台所有破碎的燈光和自己同樣破碎的面容。你今天來，是因為我是最佳新人，全是因為你終於發現，再不來，我就真的不需要你了。他的聲音在這一刻徹底平靜下來，那平靜比任何西吼都更讓人心驚，像風暴過後的海面，底下全是沉船的殘骸。全場鴉雀無聲，連空調的送風聲都仿佛被這沉默吞未了。謝霆鋒站在原地，那隻被甩開的手緩緩收回，垂在身側，指節微微蜷曲了一下。他的嘴唇泣動了幾次，像離水的魚，最終只是擠出一句幾不可聞的話：那我現在開始給，船來得及嗎？聲音裡的疲憊徹底漫了出來，他整個人像被抽走了雜魔之餐，肩膀微微塌下去，那枚銀色小吉他領鉗在燈光下閃了一下，又暗了下去。謝震軒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久到後台角落裡那台冰箱的壓縮機發出嗡的一聲啟動音，打破了死寂。然後謝震軒轉過身，拿起獎杯，朝出口走去。路過謝霆鋒身邊時，他的腳步讀了一瞬，只有一瞬，短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記。然後他繼續往前走，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發出清脆的不肯回頭的聲響。謝霆鋒未有追上去，他只是慢慢彎下腰，從地上撿起雜麼東西。那是一顆從謝震軒西裝袖口退落的袖扣，銀色的小圓片，刻着一個軒字。他把它攢進掌心，金竹邊緣落着皮膚，有點痛。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在香港某個舊公寓裡，小小的謝震軒蹲在地板上撿落高積木，每撿起一塊就喊一聲爸爸你看。而那時的自己正對着電腦屏幕剪音頻，頭也沒抬，只誤了一聲。那些積木後來拼成了一座歪歪扭扭的城堡。謝震軒舉着他跑過嚟，他依舊沒抬頭，只說了句放那人吧。城堡後來被阿姨收進了儲物箱，搬家時弄丟了。他從未見過那座城堡完整的模樣，就像他從未真正見過兒子長大的過程。謝震軒走出後台通道，穿過媒體勾，閃光燈亮成一片白茫茫的霧。他沒有停留，沒有微笑，也沒有回答任何一個記者的提問。他只是走，一直走進電梯，按下地下車庫的樓層。電梯門關上之前，他從褲袋裡掏出那張寫有開心嗎的紙條，看了最後一眼，然後把它折成一架小小的紙飛機，放在電梯角落的扶手上。電梯下行時，紙飛機輕輕晃動了一下，翅膀沒有展開，就那麼安靜地停在那裡。他靠在電梯壁上，閉上眼睛，方才在後台說的每一個字都在腦子裡迴旋，像潮水反覆沖刷礁石。他知道那些話很重，重到可能把雜麼東西永遠砸碎了。可他更知道，如果不說出來，那個東西早就已經在沉默裡風化了。車庫的空氣裡有混凝土和尾氣的味道。他找到自己的車，坐進去，發動引擎。手機屏幕亮了一下，是母親迪波拉發嚟的消息：兒子，媽媽煮了你愛喝的湯，回來嗎？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手指緣在屏幕上方，最後打了一個字：回。發送。他把手機扔進副駕駛座，車子緩緩駛出車位，燈光切開黑暗，照現前方一條長長的空無一人的車道。後視鏡裡，會展中心的輪廓在夜色中越嚟越小，那些窗口裡的燈光殘殘模糊成一片暖黃色的斑點，像極了童年時趴在窗台上看到的父親車尾燈遠去的樣子。可這一次，他沒有掃那些光點散開的時間，他只是踩下油門，讓風從半開的車窗灌進來，吹乾眼角那一點始終未有落下的，致到了苦多年的潮濕。而頒獎禮後台，謝霆鋒仍站在那裡，掌心那枚袖扣被體溫捂得溫熱。導演終於忍不住走過嚟，小心翼翼地提醒謝先生，媒體在等了。
他點了點頭，卻沒有動。他想起倪子小時候寫的那張父親節賀卡，歪歪扭扭的鉛筆字寫着爸爸是吉他，我是弦。當時他覺得這比喻很稚氣，隨手夾進了一本書裡。那本書後來捐給了慈善機構，賀卡大概也隨着一起消失了。可此刻他忽然明白，弦和吉他是連在一起的，但如果吉他從不去彈那根弦，弦就會慢慢松解，落滿灰塵，最後再也發不出聲音。他低頭看着掌心的袖扣，那個牽字在燈光下安安靜靜的，像一聲被捂住太久的，終於啞掉的弦音。他把它裝進胸前的口袋，貼着心臟的位置，然後整了整領帶，朝媒體勾走去。報紙船是穩的，肩膀卻微微扣累了一點。那些等在鎂光燈前的記者們舉起相機，準備捕捉這位老牌明星慣常的從容微笑，可沒有人知道，他西裝內袋裡那枚銀色袖扣的冰亮邊緣，正一寸一寸地燙着他的胸口。